咦，你早就在说好啊，翻箱倒柜，你走马街啊？哎，吵到你啊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是想说你难得上来台北啊，来住在我家哦，这机会难得，我想亲自做个早餐来请你吃。哎呦，做早餐也不用这样大费周章翻箱倒柜嘛，对不对？不是，问题是啊，我本来是想说要注重。还有简乱啊，弄个中式早餐，好好的请你吃，难得你来稀客啊。但奇怪，我这Vogue 怎么会找不到？它没长脚，我找半天呢。不会，按太个东西，那你看会不会我不用提做好，要加本便宜的呀？啊，你一说总算想起来了，上个礼拜啊，我那个邻居跟我借 Vogue 啊，到现在还没还给我哎。哦，幸亏你还有想到今天要做早餐了，不然还忘了家里还有一个 Vogue 呢。那你等着好不好？你不要走开，我去跟隔壁邻居拿回我那个 Vogue。哦啊，算了，现在才几点呢？我们干脆吃点别的东西吧，比如说馒头啊，还面包啊。我家本来啊是还有6-3张面包啊，但是我昨天晚上半夜醒来觉得还挺饿的，就把面包给吃光光了。小心哦，晚上吃宵夜最容易胖哦。不是，吃都吃了，能怎么办呢？我本来想说啊，一大早起来好好大显身手，煮一个好吃的早餐给你吃啊。怎么知道这个 Vogue 找不到？我算了，看你那么有诚意，那这样吧，晚上我们到邻居家把 Vogue 拿正了，那改天再吃你做的早点好了。可以哦，可以啊，我明天早上再做给你吃。好，可以哦，不要说我的好朋友没有招待你哦，我可是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。没关系啦，那这样我们到外头去吃早点好了。人家附近那有卖个东西好吃的呀？你放心，我家这附近啊应有尽有啊。上是保卫啊，有保卫；上林挑年啊，就有挑年。既然如此啊，那就不如吃保卫老挑年了。好啊，不要说好朋友没照顾到你哦，我请客这一餐，好不好？好啊，说着说着肚子也咕噜咕噜的叫起来了，那就走吧。好，所以啊，爱讲客家话，我们就可以学到客家人的精神了。早餐最重要，要吃的营养又丰富哦。好，走。注重简乱，Vogue 馒頭，面包，保衛，挑年，有乜解好事咧？